寡人最恨干活偷奸耍滑的人，罚你们把铜饮的水喝。晋大夫果真能干，大王，你看他从秦国带回来这些珠宝，真是样样都好。寡人心里清楚，此番少不了你的功劳。大王过奖了。那秦国太后与大王乃兄妹至亲，若不是他想倚仗大王的英武，急需大王帮衬他，怎会如此的谦卑？臣只不过是狐假虎威，谈不上功劳二字。想不到这列国相争，倒叫一个小小的应女占了便宜。锦上，那她的性情如何，才能如何？只不过是一个见识浅陋、胆小无知的妇人罢了。什么主意都要臣帮着拿。臣一说联姻，他马上说亲上加亲；臣一说上庸城，他连眼都不眨，就答应把上庸城送给公主做嫁妆，简直是糊涂愚昧至极呀！孤儿寡母擅主国政，秦国无人矣。那秦国太后还说，要让娘家人帮帮他。娘家人？是啊，她说大王有一个幼弟叫闵荣，在楚国一无所成，不如派过去辅佐他。好啊，这个米荣确是个无用之人，留在这里有朝一日寡人还要分封于他，能去秦国最好不过。大王，秦楚要联姻，你可要想好，这秦国的公主到底要许配给哪位公子才合适？秦楚联姻是大事，秦国的公主自然是要留给太子了。大王好偏心呐！那太子早已成婚，太子妃又无过错，何必多生事端？倒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子兰，至今还未娶亲，你这个做父王的，就半点心思也没为他着想吗？大王，大王！好，许给子兰，许给子兰。臣妾替子兰谢过大王。大王，谈到两国联姻，不管是公子成亲还是公主出嫁，那都不是朝夕可成的事儿，兵贵神速。既然我们想要秦国的上庸城，就得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来。那依晋上之见，如何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呢？我看不如让太子入秦为质，这样就可督促秦国尽快交割上庸城。晋大夫真是老成谋国呀！大王，这计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！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！好了，不要再咬寡人了。此等大事，寡人需三思而行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会后对你们的恩惠，要在今日报效了。是。蒙敖将军，这位是禁军统领蒙敖将军。蒙将军。杜将军，咱们事先说好了，今日他们几个装扮禁军带他们进宫，只是挟持住太后，逼他退位还政于大王，并请回甘相。一切不可莽撞行事，更不可伤人。那是，蒙敖将军，只管放心。听说了吗？义虚王回来了，说是击退了公子轩，立了大功。那太后还不好好赏赐他？那是当然，也不知是赐爵位还是珠宝。哎，爵位珠宝算个什么？太后已经把自己都献给那个胡人了。大胆！寡人最恨干活偷奸耍滑的人，罚你们把铜饮的水喝干净，若有一滴残留，就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是大王。走。大王要去哪儿？交房殿。哎。
只说了句让他们在家中安心养病的话，那些个朝臣们一个个竟然病全都好了。看来有的时候我的医术比那些太医院的太医还要高。哎，前些日子我们给继儿和义渠君做的2件新衣放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拿。啊！你来这干什么？听说最近朝堂上有人闹事，你母亲呢？义渠君见了寡人，怎么不跪拜行礼？还挺像个大人。小子，这剑可锋利得很，不是你能玩的，小心伤着你。快进去，告诉你母后，我来了。你听着，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。既然到了咸阳，就要遵循大秦的国法，外臣要入朝就要奏请，得到批准才能进宫。更何况你要进的是我母后的寝宫。我要偏进呢。问问我的剑，就凭你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放开！小子，别得寸进尺啊！义渠君，继儿，玉儿，义渠君，你没事吧？你儿子想要我的命啊！这定是误会。你看见了，这流的可是血！哼！义渠君，母后，母后！去成明殿面壁思过，我回来之前不许出门。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，疼啊！弄疼你了，让我看看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伤口还在流血呢。你还知道关心我？我以为你这个太后早就把我忘了。继儿还是个小孩子呢，你跟他怄什么气？哼，我可没跟他怄气。我是跟你怄气呢。行，就算是我错了，也让我先给你包好伤口再说。你还管我干什么呢？你让我死了算了。就你这点伤，想死没有那么容易。玉儿，叫我翟丽。我知道你叫翟丽。我这个名字啊，是一个秦人给我起的。他说我们是翟戎中的一支，所以以翟为姓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义渠的名字，译成你们的意思就是黑马驹子的意思。他说黑马就叫离。黑马驹子？对啊，我出生那会儿，马厩里刚好也生了一匹黑马，所以我母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你眼下也是匹黑马驹子，而且是匹野马，一点小事就犯倔脾气。